旺角行人專用區嘅天眼系統自09年6月初運作至今已經半年有多。由尖旺區議會旺角行人專區工作小組星期一開會檢討安裝天眼嘅成效。有區議員質疑天眼多盲點，影像又唔夠清晰，認為係嘥錢裝假嘅天眼。機電署安裝係天冇眼，唔係白內障，淨天冇眼。根本早已經話咧170萬係廢嘅。喺法庭好多次嘅案件裏邊一直都批評機電署好多嘢都係唔專業。警方代表就話安裝天眼有阻嚇作用，無論影像夠唔夠清晰，對調查都有幫助。會上亦有區議員踢爆，雖然鏹水彈事件後大量警力喺區內駐守，但只係得個樣，緝兇依然懶行。發覺有警員即係盲點位坐喺度打機喎，唔係望我。又即使有警員望到我哋喺度企下喐下咁樣，佢唔過嚟，佢對面知道話咩事啊咁樣，冇話睇下燒烤場啫咁樣。哦，咁又算啦，咁啊走咗。佢冇上嚟查我身份證啊，乜都冇啊。有區議員建議，寧願靠區內商戶同熱心人士捐助，幫高危舊樓安裝大閘或者加裝閉路電視加強保安。而家已經籌到50萬。另外，工作小組通過縮短西洋菜南街、奶路臣街及豉油街嘅行人專區開放時間，提早至晚上11點結束。至於女人街就維持不變，認為可以減少光污染同噪音。ONTV 記者周文妮報道。